你哋有冇見過市場開喺屋企樓下噶？就呢個小區全部係現樓，總高係23層吓，3房120幾萬，4房160有找。入湖花園係全部贈送嘅，呢度整一排櫃，一個大明窗，好舒服吓。嗱，115方嘅4房，你唔好以為115方做4房好緊湊啊。嗱，第一間房空間感唔細噶吓，客廳開間4.2米，你自己諗下啦，4.2米個開間緊唔緊湊？一啲都唔緊湊。嗱，呢個餐廳位放個6人台冇問題吧？後邊做一個生活陽台吓。另外呢，值得一提嘅就係呢個廚房啦。你諗下呢個廚房擺一個大雙門冰箱冇問題。嗱，你將個客廳推出去，咁你個客廳深度會更加闊。同埋呢套呢，86有找，成個小區係現樓狀態，總高係23層。喺市區要麼就超高層，要麼30幾層，但係呢度23層，仲要係現樓，行路去地鐵口大概1公里，省級嘅小書包、中書包。重點呢，樓下就係江邊，樓下就係呢個肉菜市場，咁你各方面嘅配套都非常之成熟噶啦。歡迎大家過嚟實地睇樓，記得點讚關注哦。